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破宏牧师。今天3月5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预备自己合乎主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回到以斯帖记2章1到23节，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人如果自洁，脱离一切邪恶的事，就能够被主所器重，因为他以献给主，为主所重用，来做各样善事。提摩太后书2章21节，我们记得主耶稣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之前，要求门徒他们去借一头小驴驹，这是为了应验旧约圣经中预言的内容，例如诗篇118篇的25到26节，门徒遵从主的命令然后带回了这头小驴驹，并让主耶稣来骑着它进入到耶路撒冷城。当主耶稣需要一头小驴驹来完成他的使命时，一只卑微无名的小驴驹在上帝救恩的计划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同样的，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需要预备好自己的小驴驹，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学习、训练和准备自己，以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机会。在主耶稣需要使用我们的时刻，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完成他的旨意和计划。选立新王后的过程，史学家约瑟夫曾说，当亚哈水鲁王怒气已消的时候，既想念王后瓦实提，并十分忧愁。对于会后一事，他可能想说，哎呀，我办得太重了，且太无情，既想与群臣商议如何再复回瓦实提王后的地位，但是我们看到群臣他们以为不可，所以尽快的设法另选王后。可使王渐渐来忘记以瓦实提，亚哈水鲁王随即就寻找了新的后妃，为了填补前王后瓦实提的空缺，亚哈水鲁王他就在全国各地来寻找美女。王召集处女的命令就传出去了，全国有许多处女被招进书珊城的王宫中，以斯帖同时也被送入王宫。王宫中管理女子的太监，我们看到经文说他很喜欢以斯帖，就恩待他。所以我们了解在整个选美的过程当中，这些被送进宫的处女，包括以斯帖，他们要接受长达1年的美容护理这一些的保养过程，以便让他在亚哈水鲁王的面前展现最好的形象。他也被派到宫廷的嫔妃养护中心，与其他女子一起接受美容、按摩、饮食等等的培训。此外，他还接受了皮肤的护理和化妆的训练，学会了如何使用香水和珠宝，以及如何穿着华丽的服饰和头饰。此外，我们看到以斯帖他还学习了王宫的礼仪文化，以及如何与亚哈水鲁王和其他贵族进行交往。他通过这些的培训，学会了如何表现出自己的美貌和风采，使自己能够成为亚哈水鲁王眼中的璀璨宝石。我们看到在整个选后的过程，
以斯帖他知道如何预备自己，他在宫廷中接受教育和培训，他也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王后，同时他也保持谦卑、细心、慎重和自信的态度。这些素质都成为上帝能够使用的器皿所必须用的。以斯帖的外表，我们看到他经文说美丽动人但更重要的是他展现他内在的美德，这表示他并未特意要与其他处女争宠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，表示说他的容貌和他的气质，他的待人处事都很吸引人。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具有这样的一个智慧、谨慎和谦卑的品格，他愿意听取别人的建议，也愿意来服从导师的教导。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清晰的了解，并以合适的方式展现自己的身份，因此呢，使得人们尊重他、欣赏他、喜悦他。此外，后续我们也看到他有同情心和勇气，愿意为自己和自己的族人来辩护。而这些美德使得以斯帖在民众中得到喜爱和尊重，并且在他成为王后之后，有助于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为他的族人争取权益。也在圣经当中，我们有好多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是如何预备自己，使自己能够让主来使用。以斯帖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要预备自己能够合乎主的使用，我们在透过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学习像以斯帖一样，保持什么？谦卑、细心、慎重和自信的态度。同时呢，也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不断学习和成长，使自己能够成为上帝所能够使用的器皿，为着上帝的国度做出美好的见证。我们来默想以斯帖为何得国王西该和众人的喜爱呢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今天是给我们有这美好的一天，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，包括带领我们走过各种困难和挑战，并让我们成为今天的我。主啊，我在此向你祈求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，让我能够处理今天的一切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，也祈求你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家人，让我们平安度过每一天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祈求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能够让你的圣名得荣耀，并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光和盐，将你的真理和爱带给我们周遭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爱和恩典，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亲近你，并且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当中彰显神你的荣耀及你的大能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分享出去。我是尤波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健康，随时预备好自己，让主大大来使用，使人因着你来得着福气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